平。会友请起立。我听耶稣的声光明，因点滴这世间，依然路过来我面前，相对的平安。我听你讲心中欢喜。时时就去找伊，心中平安快乐的伊，定点在所身边。我听耶稣温柔声音，我命最全是我。大个人着平来临，可怜当地因我。我听伊讲，受着免的欢喜他你相对，实在轻松精神啊会。因无感觉的心，我听耶稣的声讲，我是世间的光，生活的人会得明朗，也去光明中。我听伊讲，仰头观看，向我满欢喜。耶稣真的引我的我，叫我听到一心。咱有缘徛咧，来做咱的信仰告别。诵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当，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来启用文第64篇。也是雅各书第1章，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装饰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
因为人会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着实行道理。甘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伫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咱三角额头来感谢祈祷，听大家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差遣你的囝儿耶稣基督，感领阮世间，透过十字架的救恩，互阮成做你的囝儿，享受天国的福分。主啊，你也是地面上设立教会。互阮信你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伫遮三角来聚会，用诗歌学了你，用你的话来教示阮，成做阮生活的准绳。阮献上感谢。主啊，求你互阮伫生活中会当行出见证，引带人归伫主耶稣基督。无但是听道，也互阮会当行出真道。今仔日是新德中会青年事工的纪念主日，互阮看出青年人的需求甲需要，感动阮献上阮的代祷甲金钱，求主信心引带。今仔日李牧师要透过真理来阐明，让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内心，行出信仰的基督徒。愿主保守阮每一个人的一生。也保守奉你名所设立的桃园教会，互上帝的国度日日会当来开阔。阮要将今仔日的聚会完全仰望交托，圣神甲阮同在，对即时到落尾，一切荣光，一切荣光归上帝。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角来听，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9节，和合本第9页，汉语本第8页。我来读：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无进入天国，独行我伫天的爸的旨意的大下。当迄日，侪人要甲我讲主啊。主啊，阮咸毋是用你的名传教，用你的名赶鬼，用你的名行侪权能吗？就迄时，我要明明甲因讲，我拢毋捌恁，最不法的就离开我去。所以，既若听我这话来行的，要比拼知识的人，去伊的厝伫石盘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也无倒，因为地基伫石盘顶。既若听我这话无行的，要比拼戆人，去伊的厝伫山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就倒，搁伊的倒是上重。耶稣讲这话说，
众人奇怪伊的教示，因为伊教示人亲像有权能的，无亲像因的经学书，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赞美咱请圣歌队，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
这是请新德中会青年事工部李志成牧师，伊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信用甲行动。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你是道路，甲是真理，赏赐生命的主，阮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阮知阮所有一切是主你所赏赐。你有丰盛的恩典甲慈爱，阮所得到甲失去的，拢伫你的旨意中间得到完全。阮只是三甲自责。是为着阮生命的需要，求你将你的旨意养赐阮遥高的心灵，使阮活出你心意的智慧甲能力。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来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阁有即摆的机会来到咱的中间，甲大家来分享。今仔日嘛有。对台湾各所在大专中心内的牧师甲团队吼，咱有看到遮一阵穿乌衫的吼，有总会大专的，我先介绍一下咱总会大专的干事吼，李信仁团队。剩的其他的大专的，我小等甲介绍啦吼。因为今仔日的经文，毋知咱读了敢有感觉心情有一点沉重，所以咱先小可轻松一下吼。我先讲一个我对一个老牧师听到的故事啦吼。足古早以前喺外国走嘛毋知啦，反正因讲因咧开会吼，讨论讲到底教会定义是啥？因讨论规部拢无人讲会出会当互人。同意的也是讲欢喜接纳的答案吼。忽然间有一个少年的牧师吼，总讲教会的吼建筑物顶悬甲踩一支十字架，就叫教会啊啦吼。恁敢有同意？有吗？大家就足欢喜的甲拍扑啊拍扑啊了，一个老牧师豆豆啊徛起来讲，咱若照安尼决议互通过吼，安尼以后望补足者教会啊。其实今仔日咱要讨论的主题就是教会吼，但是教会伫即个世间爱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当然要入捌教会，咱爱先对一对来开始找啦吼。教会即两字，你若去编古又一定编无。吼，即两字是伫新约较开始出现的吼。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即个字嘛，差不多应该是我第一个背起来的希腊文，叫做 Ecclesia 吼。我是安怎背呢？就是克雷的西亚啦吼，袂克字啦吼，克雷的西亚，Ecclesia 就是教会吼。伊是一个倒起来的字吼，就是 Ecclesia 倒起来，意思就是受呼调出来的一群人，叫做教会啦。所以意思今仔日咱若是无组织伫遮，教会伫咧，教会伫别个所在有基督徒组织的所在叫做教会。好，所以教会对新约圣经出现的时阵，伊就毋是咧指一个硬壳壳的建筑物，是活跳跳的人的组织。然后教会受呼召出来，是有使命的。有啥物使命？第一个使命叫做认捌甲找求真理。咱一定爱会记这一点吼。咱拢是人，咱无掌握真理，咱无法度掌握真理。假使咱讲我掌握着真理，歹势已经毋是人啊吼。人无法度掌握真理，咱必须爱真谦卑讲，我是来认捌甲找求真理的。第二个，找着真理。找真理了，爱去追求的叫做公义甲和平，这是教会必须爱完成的使命。今仔日的经文咧教示咱教会的使命。这段耶稣伫山顶教示对群众的教示，我拄仔讲有真严格警告的气味伫内底。
听见耶稣教示的人，爱行伫上帝的旨意中间，爱有行动，爱认真看待耶稣的教示，赢过遐个假先知。其实咱今仔日爱读的经文应该是规个第7章啦吼，但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选21节到29节吼。啊，咱圣经若是伫手头，甲现互开，我等下讲到第7章其他的部分。先讲结论吼，就是第7章结上界煞尾28节，耶稣教示了后，众人对伊的教示感觉安怎？奇怪对无？吼，其实这个奇怪是较温顺的翻译啦吼。其实众人应该是感觉真懵影，吼，也是惊吓吼。因为这个奇怪，就是对遐个称呼耶稣做主啊主啊的人，吼，真无拄好，就是这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甲军队耶稣的人。伫马太福音的记载内底，无军队耶稣的人，通常称呼耶稣做先生，也是列比。所以耶稣所教示的对象，就是遐个称呼耶稣做主啊主啊的人。意思就是讲，经过2000年后，恁感觉这段经文咧对谁讲？就是对咱每一个称呼耶稣做主啊主啊的人。这个挑战，这个呼召，在要求咱除了对心内完全顺坦上帝的旨意，咱阁必须爱带出信仰生活实际的行动。因为耶稣讲，第7章15节，耶稣讲，因为有外表亲像绵羊，内面却是凶恶的豺狼，伫因的中间。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咱爱来思考的，就是信仰甲行动到底要安怎彼此互动？个人的敬虔，还是个人的得救，甲社会行动，倒一个较重要？伫咱所读今仔日的第1段的教示中间，咱知影，就算告白耶稣是主，嘛无法度保证一定进入天国。这耶稣讲的吼，这毋是我后白讲的哦。就算用正确的称呼主啊主啊，用基督的名行逐样的好事，亲像传道、赶鬼、行济关灵。这记载第22节。然后，咱甲耶稣讲主啊，我毋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济信者。耶稣要讲，我拢毋捌恁，恁这个做歹的人，拢离开我。是安怎？是安怎？耶稣讲，传道赶鬼，行信者是做歹。意思是，因无遵坦伫上帝的旨意。咱逐人所做所讲，真大部分拢是我家己认为是对的，但是真有可能，咱和耶稣的关系无介好。啥物叫和耶稣的关系无介好？举一个例吼。假使你的后生查囝去读大学了，久啊转来一摆，还是甚至连转来都无转来，拍电话就是：爸，我欠钱；爸，我欠车。拍电话转来，就干那要讨物件尔，然后无啥咧含你讲话，你想迄关系敢好？啊，咱和耶稣的关系是啥？咱祈祷的时阵是甲伊讨物件较济，还是听伊讲较济？无怪耶稣要讲，我拢毋捌恁咯。咱有开时间听耶稣要对咱讲啥无？还是咱见若是祈祷，就是主啊，我欠这欠迄，我有信心。所以。到底认捌耶稣是啥物意思？
历史的记载，咱知影，真侪人嘴认宣认相信耶稣，但是因的心内，甲因所做出来是离耶稣所行的道非常的远。譬如讲，有八届十字军对欧洲走来亚洲，杀人放火，佮抢劫。然后16世纪有异端的裁判所，是为着要甲政治对手结掉。顶一个世纪有杀死真侪犹太人的希特勒，还佫有反对废除奴隶制度的美国南方教会。伫圣经内底，哥林多教会安怎样分党结派，互保罗去甲跳骹吼。然后伫教会界内底，若是愈接近着权力的核心，就愈会知影内底有一寡争权夺利、抢党事的代志。这代志毋知较好啦吼，若要知，莫来问我吼。所以咱必须爱进一步问讲，安尼到底上帝的旨意是啥？咱着安怎样知影上帝的旨意？伫马太福音内底，马太不止一摆提起上帝的旨意。伫第6章第10节，马太记载耶稣教示咱的祈祷讲：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顶亲像伫天顶。12章50节记载耶稣讲：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18章14节记载耶稣讲：恁的天父毋甘遮的至美神的一个灭亡。然后，咱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爱追求的一个祈祷，是耶稣伫客西马尼园所祈祷26章42节讲：这个杯若袂当免，我一定着啉，愿你的旨意实现。成全上帝的旨意，比尊称耶稣做主搁较重要。做正确的信仰告白，无一定会做出有智慧的行动。宗教仪式嘛，无一定互人会通正确遵探上帝的旨意。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看见正确的行动对听探上帝的旨意来，然后佮爱结连伫听探甲军队成全律法的耶稣身上。为着这个信仰的理解，大专的宣教事工是徛伫这个信仰理解的顶面来咧服侍大专生。所以，大专的宣教事工第一项，就是爱确定这个囡仔，因有超找到上帝伫因心上的旨意无？因有好好运用上帝伫因心上的恩赐无？所以生涯的规划，这是第一项，阮爱陪因做伙思考、做伙超找的。第二，信仰的行动对信仰的了解甲认捌来，所以读圣经足重要。爱互这个囡仔爱着读圣经，介意读圣经，佮会通含信仰的同伴做伙讨论。讨论了，毋是甲这个财物放伫头壳内，是佮爱讨论。照安尼的信仰理解，必须爱安怎样行动，爱有行动的方案出来。但是要行动嘛，爱有能力，所以我嘛爱举办讲座，爱举办训练会，培养这个囡仔有实践行动的能力。当然嘛，袂当干那有行动，袂当干那有知识，爱和耶稣关系有好，所以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同款爱开时间，一个对一个
互因会通信任阮，甲因的生命的故事讲互阮听，通互阮知影讲，伊的生命内底有啥物所在受创伤，需要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耶稣来医治甲安慰。当这囡仔生命亲自去甲耶稣相拄，得到安慰，得到听的时阵，因嘛会体会到，原来咱的生命毋是干那家己一个人好就好，是甲咱所生活的世界亲亲结连的。所以，含受苦的人当受苦，含受苦的人斗阵寻求上帝的帮助，必要的时阵，嘛爱采取社会行动，通好对苦难中得到拯救，得到讨帮。这是大专宣教事工上主要事工的内容。同款，这个大专生，无论是伫学校内底宣教，还是伫咱的社区宣教，其实咱拢是教会。当咱组织做伙，咱就是教会。咱采取社会行动的根基是啥？咱采取社会行动的根基是啥？当耶稣讲，听这个话，搁去行的人，就亲像聪明的人，甲厝起伫石盘顶，但是干那听无去行。是甲厝起伫山顶。当一个人经历过人生的风吹、雨破、大水冲，阁会通徛在的人，这是上帝的旨意得成的记号。咱拢是人，无法度去判断别人是毋是有行伫上帝的旨意中间，但是咱会当想家己。望上帝的旨意伫我的身上来得成。听探教师是做基督徒的任务，是咱的功课。然后遵行上帝的旨意嘛真重要。敢若有行动，但是无详细听，耶稣会对咱讲：我拢毋捌你，恁拢离开我。总是只有听，却无行动。耶稣讲：“你会去互大水冲去。”所以听探甲遵行，是咱信仰生命的日头、空气、水甲食物。伫今仔日23节到27节这个譬喻内底。是咧指遐毋捌耶稣，但是却奉伊的名去行动。以及另外一款人是捌耶稣，听过伊的教示，但是无行动遐个人。这两款人拢会倒甲真厉害，真伤重。马太详细强调听甲行，对心内信道到。去伫社会内底行出即个道，无啥比啥较强。只有强调社会公义，但是无内在敬虔，和耶稣关系真歹，会受到这段经文的挑战。倒变过来，只是关伫一个团体内底培养敬虔，但是毋管社会公义，同款嘛是讨人命。伫犹太人的观念内底，信必须爱完成3个动作才叫做信，毋是头壳内底，也是讲心内感觉信，就是相信吼。这是咱的观念，但是犹太人咧讲信的时阵，伊必须爱完成了解、接纳、甲遵行这3个动作。了解，大先爱了解耶稣弥赛亚的本质，以及咱受呼召咱家己的职分，所以我阁讲一摆，读圣经真重要。
对今仔日开始，请咱每一天好好啊读圣经，然后找一个伴、两个伴、三个伴，做伙来讨论恁所读的圣经。无认真查圣经，研究这个字句背后的精神甲意义，敢若想要简单对字面，然后照家己的意思解说，可能对了解这点，就已经无法度过关啊吼。简单举一个咧，伫第7章内底咱找会到，伫马可福音嘛找会到，伫路加福音嘛找会到。第8节的所在，第7章第8节，第7节第8节，主要伫第8节吼，即句因为求的就得到，找的就找到，拍门的就甲因开。当咱的了解是。耶稣有甲咱应允，有信心，你求就一定得到。这个理解是甲上帝当作神灯，需要时阵提出来活活的愿望实现了，就等于拄仔去。伫马太、马可、路加，平平拢有记载即句耶稣讲的话，但是伊的前后有无共的情景。伊有伊完成必须要的条件，伫经文内底咱找会到，请咱认真去敲找。第二接纳就是咱详细读圣经了后，和别人讨论了后，咱得到新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有可能咱无介意，总是毋管你有介意无介意，拢爱接受，这叫做接纳。尊叹是了解，佮接纳了后，咱爱活出耶稣就是上帝国的王。我若要活伫上帝国内底，我着爱甲耶稣当作，毋是耶稣就是我上帝国的王。这个信仰活出来，接受耶稣的教示，学习伊的模范，互家己会通甲耶稣做伙生活伫上帝国的内底。这就是主教是咱讲，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地里是啥物所在？地里毋是迄个耿志牧师吼，毋是李牧师，地里是咱每一个人，咱拢活伫即个地里。所以，当上帝的旨意伫咱的心上活出来的时阵，即句祈祷就实现啊！即句祈祷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就实现。当咱将上帝旨意伫咱的心上行出来，伫咱的肉身显明出来，咱伫迄个时间点，咱就活伫上帝国的内底。创造咱的上帝非常的伟大佮丰富。所以，生命本身并无简单佮标准的答案。咱常常叫是讲上帝出互咱生命的题目是是非题吼，是非题。但是当我咧陪伴这个大专生真济摆了后，真济经验了后，我发现到常常连选择题都毋是，叫做申论题。申论题吼，这个申论题，就是爱含生命去，迄边怎讲？车跋饼啦，吼，爱像雅各安尼吼，含天使相演，吼含经文相演，然后用生命去含经文真出力来相演了后，才有可能会通写这个题目。所以，咱会看到耶稣常常做一寡，咱毋知影伊咧创啥个代志。到底耶稣安尼做是安怎？耶稣要孤单涂骹画，是咧写字，还是咧画图？到底画啥？这个动作有啥物意义？耶稣透过这个动作要甲咱讲啥？然后耶稣咧讲上帝国的时阵，耶稣拢是用譬如。所以，当阮咧陪伴这个大专生读圣经的时阵，特别是遐个
初信的，也是无道友，做伙咧读圣经。我真侪摆的经验是，因提出一个问题了后，我目睭会啼足大泪的，然后甲伊讲：对吼，我哪会拢毋捌想过即项代志。然后做伙思考了后，我会通，这个囡仔是帮助我有新的眼光，看见我从来毋捌看过的风景。伫交易的中间，犹原坚定爱相信；伫困难的中间，犹阁持守毋忘；伫顺境的中间，谨慎保守；伫逆境的中间，仰望感谢。这听起来是真矛盾的代志，但是佫是常时存在的。存在伫阮陪伴这大专生做伙经验、学习的功课中间，咱要行出这款的道，咱非常的需要勇气，咱需要耶稣基督的陪伴，咱需要对主来的帮衬。下面阮要唱一条诗歌。这条诗歌嘛会通真做咱的祈祷吼，然后我要请我的全国的同工吼会通出来，我先甲歌词读一摆，互大家听吼。这首诗歌伊的歌词写：良辰快乐，为雷心神真奇妙，忠实搁安宁，保守得安慰。我要的确甲恁日日相同行，也要安尼进入新的一冬。阮的心灵也有过去的动荡，早前的日子折磨甲苦痛，主啊为阮陪伴透放的救恩，互惊吓软弱灵魂得拯救。良辰快乐，夜坎就无惊吓，咱就勇敢迎接新的日子。无论是早起还是黄昏时，每一日直到暗暝主同行。
咱拄着挑战，改变需要勇气。这段经文催逼咱看见咱信仰生命的根基。咱的行动是对什么，还是向来？咱必须爱时常思考，这是耶稣所行的道吗？我信仰的厝起坐伫什么顶面？咱必须爱不断问这几个问题，因为信仰的行动无一定互人真做忠实的温度。爱看所信仰的是什么，也是啥？人真有可能有行动，但是毋捌耶稣，大声话讲主啊主啊的，嘛真有可能受到耶稣谴责讲，拢离开我。所以读圣经，和人讨论，采取行动，行动了后，回头转来反省甲思考，然后用什么做根基来反省甲思考，爱搁转来读圣经。这是一个循环，一生不断的循环。然后伫这个循环内底，咱会通愈来愈清楚知影，咱的信仰的根基是毋是起坐伫石盘顶。毋望咱逐个人拢会通经历过人生风吹雨破大水难，最后犹原会通徛在。咱同心来祈祷。阮生命的主宰，求你临到阮生命的中间。磨练起做阮信仰的生命，使阮智慧明白你的旨意，使阮同伴同行天路，使阮勇气跟对耶稣的脚迹，接受你伫阮生命中的安排，伫阮行动的时阵赏赐能力，伫阮行歪错的时阵引带阮行正路，互阮通实行主你的旨意。帮助阮将信仰的厝起坐伫基督耶稣的石盘顶，无论人生拄着什么款的风影，拢有主你所赐伫风雨大影中间的平安。祈祷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我接续来做报告吼。报告之前，我想我应该爱先介绍阮的同工吼。所以咱对南部来好啊吼。无，咱对东部来，来东部的同工请起立。林牧师，大家应该拢有熟悉啦，吼，咱桃园教会出身的吼。来，咱为南部高雄，谢牧师加李牧师吼，台南吴牧师加陈牧师，然后台中，两个牧师一个团队，送是团队，互恁约啦吼。然后来咱新竹。副牧师吼，然后台北，一个牧师三个团队吼，好所以大专中心台湾逐所在拢有吼，所以等下若是咱有主题伫因迄区咧读册吼，会当甲名单信纸甲样仔交互因吼。好，我接续来做即个时间的报告报告之前，咱先看一段影片。有一天，你若
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咱看到这个影片吼，对头到尾可能差不多4分钟，但是其实这是大专宣告事工的见证吼，可能爱伊20档才看会到这个结论啦吼。就是会拄到家庭的冲突、个人功课的冲突，就是读册读到强要落地迄种的。然后感情的冲突，也是甲朋友的冲突。然后阮咧陪伴大专生，就是对个人的和好，到含团体的和好，到含家庭的和好，然后到含生活的社会和好。好，最后我要介绍是新竹大专中心吼，帮我试一下。听新竹大专会感觉介绍伫新竹那点吼，但是其实新竹大专是包括桃园、新竹、苗栗这3个所在，吼所以开了真快吼。
真侪人问我讲，牧师你对牧会，我牧会就是大专中心啦吼，是迄个机构吼，我是伫机构服侍吼。啊，所以即个机构新竹大专中心，伊的区域就是爱顾着桃园新竹苗栗。然后即个区域内底有20几间的大专的学校，但是即马目前有团契当遮吼，因为人力真正是有限，来后一页。哦，然后阮有邀请教会的牧师团队，也是一寡毕业生，再按一下。哦，来做阮的即个义工的辅导吼，帮忙导出团契，来再往下。这是目前专辑的当工吼，就是2个牧师，然后两个事工助理甲1个行政。吼，这是阮目前的组织，来往下。好，再往下按。再往下。这个拿图是第2版啦吼，啊，阮还阁咧思考看要安怎互伊个愈接近阮希望的迄个型啦吼，就是讲阮其实真毋茫讲，阮含地方教会配合，含学校内底的老师配合，啊，甲阮变做一个三支卡吼，然后去找着学校内底的大专生1/1到5的基督徒，然后来服侍内底大部分毋是基督徒的吼，这是大专宣教的拿图，来往下。然后呢，阮的事工来往下，阮会培养大专生要安怎写文字啦吼，因为咱知影要传福音，大生爱做见证，啊要做见证，文字是一个传出去真紧的方法，尤其即马真侪少年人拢是用面册足奇怪，脸书，面册。是安尼讲吗？听起来怪怪。Facebook 啦吼 ，FB 啦吼，就是因的文字真做见证，然后会通伫网络顶悬来流传安尼吼，啊，所以爱培养这囡仔写文字来后一页，然后要有社会行动嘛，爱有神学的根基。吼，所以要安怎样做神学的反省，这嘛是爱培养吼。啊，所以阮会办即个公民的讲堂来往下。阮遮的训练会吼，拢总免费的，阁有教中到堂。啊，有兴趣的拢欢迎来参加。吼，啊，今年的第章已经拢总办了啊啦吼，所以每年。有缘，阮会阁继续办吼，啊，有兴趣欢迎来参加，来后一页。然后阮今年办第1摆的圣经神学研究班吼，啊，本来是讲要互是干那收国中甲高中生吼，结果后来有大专生嘛讲想要参加吼，因为全国的报袂入去，所以伊想要来参加，阮有接受吼。结果恁。敢有法度想象一个高中生甲国中生，就是早是读圣经讨论，下晡读圣经讨论，暗时搁听专讲，然后宴会结束了，伊讲我明年要过来。好，我明年会搁继续办吼，伫新竹的圣经学院来后一页。我头拄仔讲的迄，就是。有遮高中生、国中生吼，因参加了，因有写一寡心得，啊，得有放伫阮的即个 FB 的即个粉丝专页顶悬吼，这台语我真正袂晓讲来。后一啊，分析的变迄个，好来，我紧介绍时间，迄个因新吼，赢子新生，因为。会有毕业的，啊，所以会有新的新生入来，阮会先办一个茶会来邀请，然后来后一页，了后阮就会办一个宴会吼，宴会3天2暝宴会，一个人收700块，连大都无够对无？吼，住伫圣经学院3天2暝，一个人收700，连大都无够吼，啊无够的部分就是阮逐年拢爱出来募款的原因啦，后来再往下。然后
无共团契同工，甲因捡做伙，互因有一寡，迄叫啥脑力激荡啦吼，互相一寡刺激吼，然后会有一寡创新出来吼。来后一页，毕业生要毕业，送互因上好的礼物，就是互因甲耶稣的关系一直维持真好。所以教因一寡方法，互因知影要安怎样灵修，会通和耶稣保持密切真好的关系。所以，这个灵修营，只要是毕业生要参加，拢总免费。所以一个人的成本差不多3000块啦。所以若20个毕业生得爱偌济？6万。对。所以这嘛是阮要出来募款的原因啦。来后一页。毕业生毕业了，嘛爱关心呢，袂当的出去就当作无去啊。所以因的信仰有继续咧成长无？有受到好的牧养无？因的家庭好无？伊的事业好无？足侪爱操的啦。所以毕业生嘛爱关心。来后一页。然后即马家境无好的大专生嘛，比例愈来愈悬。所以阮有另外一条募款的专款，就是为着遮的奖学金来募款。来后一页。好，上尾即页就是你若有兴趣知影大专的消息，也是讲阮有啥物活动，想要参加，包括总会嘛，拢会出现伫阮的即个粉丝专业顶管包括遮的囡仔因参加营会，也是参加活动了的即个因的心得嘛，拢会伫发布伫即个顶管。即个事工大专宣告事工，咱已经看见伊的面相伊的迄个面真宽，影响的范围嘛真大甚至有一寡影响的范围是一开始阮咧陪遮的学生，连阮家己都想袂到的像我有一个学生已经开始咧开回轮机迄真正伊大学1年的时阵，我想袂到。所以咱会通来为着这事工来关心大道。假使你伫即个经会顶面有特别的感动，其实这个宣告事工非常需要长时间、定期的奉献。所以你若愿意长时间2年、3年、1年、2年、3年，然后逐个月200、300、500，其实对这个事工的稳定性、甲这个延续性、发展性，拢是真大的帮助。你若愿意为着安尼奉献，伫这个奉献袋仔内面有这个信用卡的捐款单，然后就会当长时间为着这个事工来奉献。嘛，希望大家会通为着这个事工来带到以上报告，多谢。咱即时来吟圣诗第78首。耶稣，耶稣，聆听充满阮。会众请起立。耶稣，聆听充满阮，也来高山，主你所安排出面，有卡见，静静来说因的卡，主人正做诺布地。想满阮，甲咱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出边，出边有好甲松香，出边有无像情郎，有边也无分贵贱。
君，耶稣，耶稣，聆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出边。该对因听声，大家拢是离阮出边。耶稣，听充满阮，甲咱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出。听互阮福家，亲像奴仆来服务，阮应该安尼甲你同活。耶稣，耶稣，聆听充满阮。你所安排出边，请坐。这是来奉献，请林家豪执事、李进益执事来施献。会将车起立。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内先，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先读一遍，煞接来做伙读两遍。因为亲像身躯若无神就是死，
信无行也是死。雅各书2章26节，做来读。因为亲像身躯若无神就是死，信无行也是死。雅各书2章26节。因为亲像身躯若无神就是死，信无行也是死。雅各书2章26节。咱看周报的第1页，汀州聚会，甲即个澳洲的聚会，甲侍奉人员，咱家己来看。第2页，周间团契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家己来看，参加即个受训、受造就。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按照各区。各小组来聚会。第4页，教会小组代祷。第5页、第6页拢是即个小组代祷。第7页，奉献的明细，若有订单，请甲总集来接触。第8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为新德大专时间纪念主日，欢迎李志成牧师代表大专部前来请安分享，请为时间奉献代祷。第2场礼拜要举行圣经会考，希伯来书第10至13章。咱请即个教育部先准备咱报告刷了，咱就要举行即个即个会考第3，下晡点半伫701的会议室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会。会后要煞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参会。第4，教育会发展委员会伫11月18拜六下晡3点，伫701的会议室要来召开，请下面的人员来出席参会，敬请省略。陈经志、陈祖德、嘉丁、林章洲、余志平、李庆忠、王立泰、王浩杰、吴传兴、陈伟明、潘家富、李文贵、陈建洲、简成、李进业、苏怡玲、罗建成、黄定义、陈碧妍。下主日11月19，为感恩节的主日，请来算效即个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甲奉献。中昼12点半伫701的会议室要召开教育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会。下晡1点半伫705的会议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会。教会消息：1807年的预算表，请还未缴的东港会长团契。较紧交来即个办公室。第2，2018年顶半年度行事历，伫即个11月2日中昼12点来交党的办公室。合约手册的资料伫12月17以前来交党的办公室。第4，2017幼幼运动会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小宝贝做伙来动手脚，动手脚时间是11月2日上午10点，伫咱教会9楼的主日学。咱这资格，咱家己来看先过第9页，圣诞节的活动来预告，请大家有备心，共同参与庆祝甲反省主耶稣的降临。咱布置伫11月底一前来完成。点灯12月初2暗时8点，伫教会4楼集合来练歌祈祷，分做5队来出发报佳音。9点教会门口来点灯。点正12月初3、初10、17、24有安排4组的会友来读这个礼文。报佳音12月20，也是咱家己安排适当的时间。对象是社区、家庭、安养中心，
护理之家、免性病院、大园医药院吼。晚会是暗会是伫12月23暗时7点半到9点半，分做礼拜晚会、暗会，搁一个圣诞老公公，分做3个部分。教界的消息，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第77届的年会，伫新德教会报名费一个100块，到11月27日截止，请向感受祝会长也是朱美玲姊妹来报名缴费。教界的消息，本会蔡乃平兄弟的阿嬷蔡丹雪玉姊妹11月初5透早1点45蒙主温调，家属以民间的方式办理丧事。11月23拜四下晡4点伫桃园的殡仪馆要举行告别式。请大岛平安慰遗嘱。伫遮阁补充报告，咱教会主内简丽兰的爸爸简聪辉伫昨过身蒙主温调咱为即个家族来大岛，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李志成牧师代表咱的大专，直接来向咱分享以及报告。伫咱的中间咱嘛欢迎济的牧者来到咱的中间直接要使用咱的礼拜堂直接来开会，头仔嘛献奏真好的诗歌所以咱看去讲城乡培养出来遮的牧者，拢真会唱歌当然是指我无加入的状况的下面。好。一内底嘛有我过去是校内底的学长、学者，都有迄学弟妹啦吼。当然，安尼看袂出来，算是我的学弟妹、学长者啦吼。对啦，因为出来拢是同工啦吼。我其他拢无讲。好，等下咱遮的牧者会甲咱做伙使用爱餐，嘛使用咱的场地直接来开会所以咱等下是爱餐，也是讲各方面。咱会当真好的交代，甲因来服务，互因一只有一个真好开的一个场所。好，一只嘛要报告我的一个含妹的代志啦吼。一只代表小会一只报告赖金军团队是咱教会服侍，要一只到一个大佬，是中会安排下面伊的改派。伊要改派去别个所在来服侍毋忙，咱会当继续为着伊未来服侍道路，一只为关心甲带导一只咱知影讲，除了咱教界消息看到的遮的后丧失或者的亲人需要带导以外相信咱入来也是 FB 看到，其实嘛侪人的这厝内底人有过身所以咱嘛继续为着遮的人。遮个家族直接来关心甲带导，以上直接做补充报告。有关即个金军团队要来一只到一个大佬有一个较清楚的说明是咱下晡1点半，即个中执会进前咱欢迎咱有要关心的会友，也是青年会当。列席参加，会当来清楚讲金军团队伊未来的即个走向。以上直接做补充。三甲来上映第399首。要考试吼，歹势，先考试啦吼。歹势，报告刷牧师了啥？嘿，考试有哪一考啦？有准备啦？
好，咱请大家安静一下，请大家安静啦吼。这个念名考了再来讨论啦吼。即摆暂时免讨论。逐摆若要考试吼，有的人拢袂来啊，有的人拢惊个选议，拄则嘛足侪人走去吼。但无遐严重啦，这只不过互咱一个机会，互咱练习啦吼。咱咧读圣经时阵吼，大部分拢爱清清彩彩读过啊。若讲有考试吼，拢爱斟酌来读安尼。好来，咱这大家拢有啊无？考卷大家拢手头拢有啊吼。考卷没有哈？来这边麻烦一下。来这边要袂分了。有笔啦无？若无笔手举去。来，无遐紧张啦，这只不过练习尔。咱即摆范围原来真少啦，敢若迄第10张甲13张，拢总敢若4篇尔。这边还没有，这边。要有人无笔无？那边，拢有啊了，有啊吼。好来，咱这摆来看一下，一共有25道题啦哈。所以这个我来念一遍啊，我用国语来念一遍。第一题啊，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1永远的灵，2身体，第3是苦杯啊。这第一题。第二题呢，凡是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1完全，2成全，第3除罪。第三题，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1律法，第2旨意，第3灵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第4题，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1圣灵，第2用清水，第3基督的血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第5题，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1儿子的名分，第2赎罪的祭，第3赎罪的恩典就再也没有了。第6题，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1审判，第2试炼，第3刑罚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手里，真是可怕的。第7题，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1永恒不变，第2更美长存，第3丰丰富富的家业。第8题，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1拯救，第2赏赐，第3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9题，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1未来的事，第2预言的事，第3未见的事，动到敬畏的心，预备了1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第10题，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来，我们来继续啊。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1暂时的，2寄居的，第3异乡人。第11题，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1身体2骸骨，第3家族留下遗命。第12题，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也不愿暂时享受1荣华富贵，第2奢华享乐，第3最终之乐。第13题，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且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一家业，二家乡，第三复活。来，我们翻过来第14题。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一所盼望的，第二所预备的，第三所应许的。第15题。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一得赦免，第二得荣耀，第三得生吗？第16题。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一平安的果子，第二仁义的果子，第三嘴唇的果子。第17题。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一罪性，二罪根，第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了污秽。第18题。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一总会，第二至圣所，第三宝座，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第10题。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一成全，第二长存，第三有福了。第20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一侍奉神，二顺服神，第三荣耀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第21题。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一殿外，二城外，第三营外。22题。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一成圣，二称义，第三得赎，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后面这个删掉哈，这个是那个小姐打字的时候没看清楚，啊，这个是多余的，把它删掉。23题。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一圣殿，二天堂，第三至圣所。如今这个也删掉哈。第24题。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一永恒之血，第二永生之血，第三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最后一题。希伯来书最后吩咐信徒们要一听，第二看，第三读作者所写给他们的信里面勉励的话。以上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长存的是好。第19题了哈，第19题选项第二长存的长哈是打错了，应该是长久的长，不是那个经常的长。长存啊，经常的长 ，OK， 好，把它改过来，没有问题了哈。好，谢谢了。写完的都可以交卷了。好，那请那个执事来帮忙收卷。好。
好，安尼大概差不多啊嘛哈。好，要交未交出来，请向咱遮侍奉的人员哈写好的哈。啊，楼顶遐伯君，要人未交无？哈，想要交，阁未交的。啊，无就要收件啦哦，啊，无要交啦吼，要搁交无？代表有一个代表，还有最后1分钟，好不好？哈，最后1分钟哈，楼上都已经交卷了哈。楼上都 OK 了，好，剩下最后1分钟。三个来上演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会将车起立。愿上主大仁爱，永添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家里应同在，愿主应肯变救你，主必宽待你，就人生的生命对接，是高应世当。大仁爱，永添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家里应同在，愿主应肯变救你，主必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接，是高应世道。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你保护的看，凡一直有机会甲你和好。愿主上帝你的疼痛。成做你竞选院的这个基础，也愿自信神的相通引带帮助院，会当常常靠无主上帝你的话语来明白你，
嘛通过尊叹你的话，会当互你来临望阮。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照你的话行伫永远的道路顶面，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祝歌请献歌队。电工灭岛。平安礼，咱即时请起立，向咱的头前后壁请互相请安。